今仔日游玩是伫想讲，跳即个倒某一个即个台语的社群的人吼，就封锁起来，而且无甲我讲，可能伊心肝内足生气的，就甲我拢踢出群组，而且无共款的平台，是无共款的口座。有可能看相片，知影讲是共一个人，当然就是拢甲我踢出去。毋过我无做啥物代志，嘛无讲啥物话，干若是讲甲伊斗宣传。我可能掠准是讲，伊需要讲，大家斗有人会使甲伊斗找人来去加入伊即个群组的活动一个线顶的活动。就可能了解无介清伊可能伊想讲，伊这就是足好的福利啊。伊是要互伊的好朋友，啊无就是讲来的人伊爱经过来看头看尾虽讲有时阵看即个口座嘛看袂，就一寡代志嘛毋知影。毋过伊若讲心肝头有一个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安怎的人，我就不爱甲伊接触伊无资格来我的群组，无资格安怎有可能伊会安尼。安尼生伊就无介意讲，有人就因为有自信嘛，我可能伫即个群组内底我就知影这上课的资讯我就直接放出去就看有人要来无。是想讲可能若无啥物人要来，因为即摆人就足无用这毋是讲会趁钱的主题，啊无就是讲啥物有名的人啊无就是讲甲认真小牵连的拢无会来的人可能拄啊好应来看闹热，有可能我嘛毋知影。迄天我是有去支持，毋过伫上课我就入去内底，毋过就罔听，是无听着啥物人伫问问题啦。就是伊的活动就是大家是就是毋是大家想的遐闹热无遐闹热。毋过伊游玩是对即件代志，就是讲可能有伊无熟悉的人走入来即件代志这嘛较奇怪，就是讲因为平台无共，有可能伊伫即个群组的平台是一种，毋过伫线顶的活动佫是另外一个平台会讲这有时阵咧人你对无法度对毋知这个人是迄个人毋过就是讲伊知影讲我有甲伊斗宣传都有一个证据讲你都无甲我问就甲我即个资讯甲我弹出去安尼你加会使甲我即个就是莫互遐直接的资讯有讲较啥物就是豆豆来迄种毋过我就是想讲，迄豆豆来，逐家拢无啥物耐性。当然是掠准是伊有介意讲足侪人来加入斗宣传毋知影讲有人不爱安尼，伊要经过，伊要讲你先加入去伫伫我即个活动的下骹去留话留话了我较甲你诱入去内底群组。你若是即群组的人，你较有资格讲
会参加活动，有啦。我有想讲，因有即个理路，即阵人会想法是安尼，安尼信报毋对。我都毋知影，我掠准是讲，若拢无人来，伊会足失望的。拄仔好，我就加入去足侪甲台语有关系的群组，就较加报。嘛是为着讲要甲因鼓励啦，毋是讲我真正讲，做爱甲因斗宣传，就是惊讲因的热情会讲拢无啥物人来安尼会无热情无，就是一个鼓励心理。我就想起当初是迄个处女座迄个同事，拄开始嘛是对家己较无迄个信心，我嘛是一直鼓励，毋过伊无介意安尼，伊阁无互我知影伊想讲我应该爱有把握爱知影我就是即个能力较低，我就会家己去想讲，这有好处啊。除非就是足明显，就这人就败。毋过有当时啊，袂讲遐明显，就伊嘛无讲我变做我嘛毋知。毋过有诶人是较重视啊，拢会先问。我就想讲，你讲问讲，我会当甲伊斗宣传才会先讲去甲伊去讨人情。我想要去博互人知影伊做好代志甲伊鼓励，想袂到人要伊济啦，人无介意讲做侪人，青份人毋是讲第一楼较老话的人有人无爱安尼，因为因就会惊讲是毋是就是对外界无遐尼济安全感，家己想讲家己是做少数的，这就白沙早期的同性恋有可能，伊就伫酒吧变做讲，毋是讲你带一个人，无你就甲即个地址公开伫网络当然袂。迄个时阵同性恋是无遐公开的，即个群体伊可能就是爱讲，我先经过看这人是毋是真正的同性恋是毋是记者，无就是讲是毋是要来看好现啊，是要来爱问东问西啊，就是拄仔好，我拄着即个团体内底的人，拢白沙当初是同性恋即个心情伊嘛足惊讲会有人就无认同阮的理念，虽讲是大家拢要学台语吹沙台语，拢有即种意识。毋过阁有分有人会甲我挑战我无爱开时间互即种就是伊希望讲每一个来参加活动的人，拢是伊会当，伊拢知影的。伊可能无爱讲雄有，就是白输讲报名即种意思我拢知影有几个人逐一个人是什物来路的，伊是为倒位来的有可能有人较重视这有的人就看会开。知影讲线顶的活动你若讲是实体当然会当控制嘛无人会去开大钱安尼搬车来参加你的活动嘛无报名即种几率较低。一般是线顶的安尼，因为线顶你一个网址伫遮大家会去传私底下无有诶是伫群组像我就是伫别个群组当然就是为着要家己鼓励，就亲像当初是我是为着要鼓励即个同事即个较无安全感
感的即个同事想袂到讲吼，可能状况是共款的，因就讲我就不爱安尼，我爸家己安怎安怎，啊，毋过我就毋知影，啊，变做你若家暴去做，伊就会气你，而且反应拢足大的，后变讲我家己嘛毋知影，讲是发生啥物代志，因就封锁，啊无就是歹看面，啊无就是过冤仇，啊毋过你想无啊，讲奇怪，我就是遐热心，啊嘛无讲伊歹话，有可能就是过头热心，因就讲这毋是我爱的有可能就是有的人对热心伊是有会念即个情分，啊有的人可能就是会气屁面啦，我即摆就拄着这气屁面的故事，就是讲人就讲伊的资讯会使入去内底是做宝贵的，毋是讲凊彩的人，拢无啥物意识来路不明就互伊入来有可能人的想法是安尼。当我是有要伊即件代志较会想2工共款的代志拢伫咧头壳内底转说。毋过这有时阵发生较看起来是较食开，看起来是较无面子的代志较起冤家的代志、冲突、矛盾的代志，颠倒是好代志。安怎讲呢？就是讲，若中国有的人讲拄啊好，伊一切拢顺遂，伊可能就毋知影要走，毋知影讲即个共产党的这可怕。有时阵一切顺遂，伊就伫即个鼎内底这温温啊水豆豆变烘好烧，伊拢毋知影安尼迄个时阵的事实迄个时阵大家甲伊扣讲阮足需要你这个人你即摆就是讲有发生一寡冲突，我较会当去学习去学啥物呢？就是讲我有需要讲甲因共款无？拄开始我有受着讲因的艰辛的迄种精神，因为就会互人感觉讲这有因为若讲是无要无紧啥物拢好拢无讲去坚持无迄种理念，你较袂感受着讲这个人伊的想法这个人值得配合。就是因为有这理念你做配合，而且嘛会加少替洗脑去，伊会讲台语毋是安尼即摆台语安怎就是较标准即个眼光有较严格。既然安尼，就互我讲伫生活中就无法度讲欢欢喜喜讲台语。我就不时会有一寡烦恼即个台湾民族国家有诶无诶，阁有文化台湾的文化震惊即种物件就会走入来变做讲生活中真正毋是大家拢做要义诶代志，而且你嘛会使看到足侪甲这违反因为大家拢无要无紧，拢是欢喜上实行安尼我就会开始郁卒就是为着讲想要甲即阵人的心情都扣做我家己的心情，替互影响着。即马即阵人有甲我排斥排斥的理由就是讲我可能就是毋知因伫想啥我毋是甲因真正足共款的人，
其实毋是，哦，伊就为着讲，这人做凊彩大明星，就去甲因斗相共去公开因活动的资讯，在我来讲，我当然是讲这。毋是讲愈侪人来愈好，毋是人毋是安尼想，人爱见过有价值人，才会当来阮即个课程去听阮即种无共款的思想，就是较坚持的思想啦，较有更新的思想，就变做讲因就会失去甲一寡无适合的人甲伊禁掉，讲这人伊就无即个意识，我连台语拢不爱甲伊教，伊就有意见，有可能是安尼，变做讲因被乌白讲，互因的活动的信息乌白去外口拢看无啦。拄开始我无参加因的活动的时阵，我就有想讲奇怪，怎会足罕看着讲因伫传播一寡微博的活动啊，做看起拢足罕看着。我即摆就知影，就讲因无乌白互外口的人知影，即就若亲像传销直销安尼就是一个潲解一个一个有一个，每一个可能拢是有即个关系毋是讲凊彩像即个杂货店柑仔店过路人就会使入来，伊不爱安尼。会员制你要加你会员进前佫会甲你审查若亲像有一寡代志，我就知影讲，因可能不爱互人知影像讲加入群组，我就被乌白有别人入来，因为群组毋是我起的我知影讲即个群组爱入去，足侪人拢有即种心理毋是爱我去经过伫群组内底的人佫有一种就是讲，啥物学会啊因要办一个成立一个学会加在迄个时阵，我无加几万箍1-2万箍因为这是一世人的会员的钱加在我迄时阵想讲虽望我做去敬佩迄阵人第一才有坚心为着台语来做代志。毋过就是嘛毋免讲几万箍嘛诚济就较观察一下我就讲第一年的会员的费用就好加载无我即马就会想讲哇，这实在是理念袂合，我搁安尼投资甲嘛无算投资啦，其实就是斗相共、斗帮衬啦。是讲即马就有受着伤啊，心理上就有着伤。安尼就是变做讲，我就会开始知影讲，我甲因无共款。我即马若讲伫生活当中，就爱尽量欢欢喜喜，莫讲看啥物人拢讲这毋是真正的。即个喙讲台语的正确方式，我就莫用即种眼光，无莫不时就讲，你生活中这大家拢无要义就算是讲伫学台语的人嘛有一个标准，讲你这学的这样安尼毋对啦，安尼变做就离欢欢喜喜去讲台语、使用台语离甲总远的我即摆会当讲拢接受汉文书写，其实嘛不要紧啦。我即摆有我感觉这解的代志佫有讲即个郑安祖的即个人伊嘛共款quy模，毋过伊就无互我感觉着伤。我想讲伊就是一个原则。而且伊拢讲甲足清楚的就会甲我的文，伊感觉讲袂合伊就爱足注重即个整齐清气毋过较袂互我着伤啦
而且我嘛是讲，这个人付出诚济，而且是，若讲你甲伊无伫共款伊是要班赞考认真考试，若是你嘛拄啊好是要认真考试，毋是讲来遮想要吹杀别项要伊别项目标共款，主题共款，伊就会互你斗帮赞就是嘛为即个先生的，因为有伊我就想讲，着汉文的台语文嘛无遐无好啦。若讲会使互足侪人用，这都是一种形式。我即马就会愈来愈袂讲，因为去较坚持的人就会讲爱倒一套，安尼较是较好诶。其他拢受着中国文化影响是你是做亚先中国文化，毋过变做讲无互咱的生活讲较轻松变做讲看啥物拢无安全感。袂使讲我今仔去甲即个家婆无经过因的同意，我想讲活动当然是会当斗宣传啊。你若讲问我会当甲你宣传无？这叫别人要安怎讲，伊会讲这我爱讲好抑是毋好我想讲宣传活动抑是讲读册会要去找一寡人这我掠准是大家拢希望会当，互愈侪人知愈好，而且这嘛知影讲会来的人无济啦，这大家拢遐无闲对，毋过就变做讲有甲醒，就是讲你坚持一种啥物坚持用啥物拼音的方式这是上好的方式，完全无中国话的影响，是理念真好。毋过内底的人无好斗阵，无好斗阵对我来讲，我爱做即种人做的代志足艰辛，而且即个目标甲别人安尼拢好，拢会使无共款。毋过若讲甲我的生活变甲我这人歹斗阵，因为我就会看其他的人无顺眼，袂使讲你无全台语的生活安尼袂得啦你安怎可能听着华语就开始袂爽快，真正是会安尼无毋对。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拄开始你会为做极端的方式，因为你要追求，就是讲我要放煞以早华语的即种为主的生活拄开始会为极端，毋过会豆又 QQQ 家己会转来，为安怎你就会发现有冲突因为遐个人嘛无介优先啦，就变做当然啦，愈坚持愈极端的人，就无可能好斗阵。因为好斗阵就是较袂坚持，讲安尼嘛会使讲华语嘛好讲台语嘛好若讲华语咱台语搁较好若讲要好斗阵，就是无原则。若讲我坚持一句华语拢无安尼袂好斗阵啦，就真正会较看啥物拢看有意见啦。我就是会使较早知影讲即种都是我会使调整我甲即阵人的关系，就是我去学物件就好有啥物资源伊有放出来我有看着安尼就真好。毋过若讲要投入去做义工报名若即件代志还袂发生，我是会举手讲这做的代志足有意义我会使学一寡物件
我会愿意拍拼做，就算讲安尼会影响讲，阮翁嘛找我来甲伊斗做公司的代志，安尼时间无够，有时阵我爱有一寡台文班爱交作业，有可能变做讲我拢舞袂好势，有压力，搁会脾气无好，加在就是我就知影讲，若讲，我若缴钱学费着看样安怎甲我教安尼诚好。毋过搁较加着卖啦。讲是去甲即个群组变一个伊即个箍仔加入即个箍仔，甲因做好势，就是甲因相处有感情，上好卖。因为就是较坚持的人，就是有即种较敏感。你着想，即个处女座的古董事就是安尼啊。若当初是我着甲伊无啥物，就是小借问尔，我无安尼甲伊鼓励，嘛袂发生讲伊怨恨怨甲安尼，怨甲遐济重。袂使冤仇人，就是有志者，志者拄仔好讲，伊感觉讲我掠着伊啊，伊佫诚扣分，就变会扩大，会变讲会一直延续，变讲我嘛诚艰苦，迄个怨恨会愈来愈高啊，因为因会有啥物反应，我佫做啥物反应，安尼一来一去，当然就是怨恨会愈来愈深。即摆我就知影讲，对，就是保持一个距离。我会开始知影，这阵人足值得我敬佩，无毋对。毋过，我莫想讲要加入，去甲因讲，搁较深明白，去参加参加活动无问题啦。讲斗阵做事合作，为着啥物代志来付出，真正毋免。我即摆着加在着，若亲像讲伫中国的人，若讲有替人欺负，会使甲家己拍互精神，知影讲即个所在爱紧旋。这颠倒去互人欺负，这是好代呢。我即摆嘛毋免想讲阮无恶意，结果别人安尼讲嘛无讲，就甲我踢出群组，互我讲奇怪，你群组是怎会无去啊？虽然我嘛平常时无定定去，毋过这当然就是无共款啊，就是讲我嘛无，对啦，就是一种会感觉讲，这嘛无需要安尼，甲伊做喊那边讲，就是迄个反应有过头啦。即种过头，甲我当作敌人。我嘛无讲啥，嘛毋是讲起冤家啊，嘛毋是讲反对伊的意见，我拢无啥物，就是伤家暴因着想讲，这足可恶的，去甲我的资讯，我着不爱黑白，互人知影。若讲今仔是一寡资源啊，啥物好康的，有可能我就会想讲，这有的人较当算，不爱互伤济人知影